表现怎么讲嘅？这个的你耶，那就是搞龙呀，龙到内生啊，有的要，因为嘛素鸟嘛看来嘛都要，那就是要有了的，我的随便的 fake 了，因那些 A 嘛，偏向面的 boss roll 了对开，因为我谁开的，因为我谁的，的路内生呀，那切开啊路嘞，的那龙到的路嘞讲表别，Don't break my heart again，我没做错别人不路。那龙大妹妹需要模特，哎嘛说明我用着不开，第一次的看的嘛，我没眼为这个面人我路哎，我毕业没这样的乐手，讲着比较闹这样的白叫，鸟里家要几秒碰到了那样，我要跟那节目的梦的呀 ，Let's all fuck off。这世界超开的明明是人的高，明明是我不爱是啥不开的要毛，maybe我一时突然就听了那么难道，现在么讲的这个的你耶，那就是搞龙呀龙到内生啊，有的要，因为嘛素鸟嘛看来嘛都要，那就是要有了的，我的随便的 fake 了，因那些 A 嘛偏向面的 boss roll 了对开，因为我谁开的，因为我谁的，的路内生呀，你平路的没搞嘞啥。你要等的龙没前面需要路的，因为要不灭，别那个有多穷面的木的，那见一个个表达，看啥叫最表手，我都没叫扫帚，用起路没要挠手，你要高级的谁的那条龙到我掐动，看啥叫最表手，我都没叫扫帚，用起路没要挠手，你要高级的谁的那条龙到我掐动。表现怎么讲嘅？这个的你耶，那就是搞龙呀龙到内生啊，有的要，因为嘛素鸟嘛看来嘛都要，那就是要有了的，我的随便的 fake 了，因那些 A 嘛偏向面的 boss roll 了对开，因为我谁开的，因为我谁的，的路内生呀。